Hello，各位施主大家好啊！銀燈唐三撞啊，撞天撞地撞眾生啊！今日大師我咧就同大家講下女人啦，係咪兩性關係？俾一個女人20次機會，不如俾20個女人1次機會。腳踏一條船，遲早會沉船；腳踏萬條船，沉都沉唔完。揾唔到好女人，咁就揾好多個女人。唔好俾女人左右，要左右都係女人。就好似你哋養一條魚，佢死咗你會好傷心，但係如果你養咗成缸魚，佢死咗你都唔知邊條死咗。永遠唔好試圖去改變一個女人，而係要去換一個女人。強者唔會做選擇嘅，淨係會做篩選。有男朋友嘅女人最易追㗎啦，因為你嘅競爭對手咧。永遠唔好問女人係咪單身，因為如果佢中意你嘅話，佢就係單身。當一個女人可以左右你嘅情緒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猶豫，即刻鏟咗佢。有一個忘記一個，永遠都有下一個。你講拜拜就拜拜，下一個就會更加快。今日講嘅就係咁多，希望各位施主明白，多謝你。